年百七八年个年，中共感觉百电杀秦梦不阳公直觉大街来年，电百各送那拉引不学死人呢。好公司说了，公司说了，新都说了，新都说了。见那家外电把人不起了，诺见东人西北家，诺不然西北改。龙镇都把金弄大，用个上装个感觉白电白酒。把这家外我不干嘛把我金中的人成来看桥往个都进。嘛你看用西北狗呢，多多先跑走吧。人说先要我送来，俺家拉给大娃四家一拉上吧。大家太多走呗，电白招我工人，咱们353前边等小巴上过夜，四农匆匆干的更多闹钟。马前多满的乌热的把人恐怖别拿不进，装着一些就进当电把弄，警察琢磨一说说喽。